多谢议员来关心桃园的消息。桃园观音大潭电厂有一台轿车，因为导航失灵无适宜驶入咧灌井的工地，所以讲呢，整链卡掉咧袂顶袂动。电厂的保全讲，迄台车的驾驶是工程的厂商，因为路草无熟悉来吊车，最后只好出动吊车将车甲吊起来。 一台20轿车头前链卡伫咧红毛头袂顶袂动，驾驶徛伫咧边仔，含工作人员想办法看免怎刷这台轿车。这是桃园观音大潭电厂当伫咧做灌淡仔矿的工程，这台车的驾驶敢若导航速度才无顺利落未来，不过沿路的各是牌顶拢说禁止未来，冇人员伫咧外场巡，安那会驶到工地咧，佮卡伫咧淡仔矿内底。听讲这个驾驶是工程厂商对路草无熟，才会掉伫咧红毛头内底。 没事，这只是车子稍微没注意到，那是蓝马控在控还没干。那个不是民众，那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工程对厂商的车。保全讲，这台轿车到尾有工程人员斗3工用吊车才吊出来，加载无人受伤。电厂嘛提醒，车尾未来若有人检查过，才让驶未来，卖照指示通行，较袂无张持拢未来工地，煞卡伫咧红毛头内底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